再来看这个中华的消息，有民众到江滨工业区去赏风景，发现讲呢，沿海有真济这粪扫，拄啊敢若山共款，有家具啦，有歹加玻璃管啊等等，环境变啊有够垃圾。渔民认为讲，这粪扫污染了环境，无但经过挡住因的出入，无法度互因出海作业，真正是有够生气。大型的家具蹲伫个江滨工业区沿海一带。 这水流茶是坐甲亲像一座山嘞，咱详细看，还阁有玻璃拢的杯啊、保特瓶、甲洗发精的管啊，这规大片拢伫咧彰化西海岸。看过有渔民家己一个人咧捡粪扫，也有渔民徛出来表达不满。有关单位若毋来甲阮请，伊就要互阮渔民死的啊！阮一来都无在条趁食，无在条生存啊！叫怪手来整理，你敢若做一个表面上，咱讲实在，迄拢无效啦。 粪扫坐甲挡着渔民的出入，因讲根本就无法度出海作业，这等于是影响因的生活。更较受气的是，已经是提出这个问题几啊天啊，拢无看到相关单位来处理。是到底是未登录土地属于国有财产署管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可能要再请示国有财产署。比如海岸线满满的粪扫，影响到渔民，嘛影响到生态。彰化县农业处实际来勘查，要厘清这所在土地管属单位是谁爱负责。